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律好成绩个性上漂泊的徐玉德。这是我的脚踏车，逐天上课就是靠这台。请问在座各位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脚踏车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我相信大部分升大学生拢是用脚踏车咧上课吼。啊，若是乌倒摆咧，敢有人用乌倒摆咧上课咧？好，嘛是真济哦。啊，是有人较好野，会使逐工拢开车来上课咧。好，这就较少吼。骑机车咧，应该是咱对囡仔人当大人的一个大改变吼。自由自在真威风，毋过机车骑出门了后，不时有料想袂到的状况会发生。车祸若造成损失，就会牵涉到赔偿的问题。以下4种是车祸赔偿上接看到的内容。大家感觉倒一种赔偿上歹处理呢？感觉是头一种医药费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第2种薪水损失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第3种精神赔偿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真赞哦！相信大家应该拢知影，所以第4种车的修理费用当然嘛真好处理吼。这种看袂到嘛无底看的这种精神赔偿咧，是要安怎来赔咧？啊，佫有一个受害者伊心内的痛苦是要安怎来称轻重咧？咱先来看一个例吼。啊，我 PPT 打毋到，啊，伊迄脚踏车吼，大家就当做是机车吼。这个骑机车的阿婶呢，伊就看到路边这个水姑娘啊，看到戆神，啊，伊就无注意到对巷仔口行出来这个阿华，啊，伊的机车就安尼弄到阿华，害阿华伊迄个烟头飘飘的面煞来破相，阿华就气甲丢骹顿地，就甲放刁，讲你一定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，我要互你赔钱，赔甲痛苦。请看这2个新闻标题，这2件拢是甲机车有关系的车祸。一个要求500万的精神赔偿，一个爱赔10万，拢是精神赔偿，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？敢讲真正是喊较大声的人就赔较多吗？像人讲的，假大声就赢。法院判决的标准到底伫倒？这就是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：精神损失是要安怎换做金钱的赔偿？首先，咱爱先知影什么叫做精神赔偿。咱先分财产的损害甲毋是财产的损害2种来看。大家感觉是哪色的部分属于财产的损害，也是后壁3项这个破色的部分属于财产的损害呢？感觉是哪色的部分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这个破色的部分的人，请举手。赞，大家拢真有概念吼。这个哪色的部分吼，就是属于财产的损害；这个破色的部分属于非财产的损害。咱精神赔偿呢，伫法律上呢，伊爱赔偿的，就是咱拄则讲的这个非财产的损害，就参像咱拄则顶悬写的这个莫名其妙，互人骂讲是小猪哥吼。啊，所以呢，精神赔偿呢，伫法律上呢，伊嘛叫做精神抚慰金，因为呢，虽然讲互人骂讲是小猪哥咧，对这个被害者咧无实际的这个财产的损害，毋过这是一种对伊的一种精神上的侮辱，所以伊就会使来要求对方精神赔偿来弥补伊的痛苦。咱拄则讲过，精神赔偿呢，要赔偿的就是非财产的损害，所以伫咱民法195条第1项有安尼规定，因为使用违法的方式去损害到别人的身体健康、名声等等，就算讲被害者无因为安尼有财产的损害，被害者嘛会使来要求精神赔偿哦。好，接下来咱就转来讲到车祸的问题。这有2种状况。案例1，家的机车互人弄到，伊住院2礼拜，机车爱修理，
无法度去学校上课，嘛无法度去做工课。按例二，伊的机车互人弄着，机车爱修理，虽然伊人无受伤，却因为吓惊着，无法度专心上课，嘛毋敢按时出门做工课。根据咱拄则讲过的，甲当然嘛会使要求惹事的对方赔偿伊修理机车的钱，啊，阁有带院的钱，啊，阁有无法度去做线工薪水的损失。同款的道理，按例二，伊当然嘛会使要求对方爱赔偿伊修理机车的钱。但是我拄则有讲到，甲甲伊上主要的差别就是。甲有受伤，因为伊带医2礼拜，伊无受伤。即马我请大家来演法官，你若是法官，今仔日即2个人拢想要来要求车祸精神赔偿的时阵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较合理呢？感觉是有受伤的甲来申请精神赔偿是合理的，请举手。好。感觉是伊即个无受伤的人会使来申请精神赔偿是合理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2个人拢合理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吼？伫遮咧，咱爱特别注意到吼，民法195条第1项有讲到的，因为使用违法的方式去损害到别人的身体健康。也就是讲，车祸的受害者，伊若要求精神赔偿的时阵，伊就一定爱有身躯顶悬，伊就一定爱身体健康受到伤害。为什么爱有这个条件呢？因为法官毋是当事人，每一个事故的当事人，因心内的痛苦，啊，阁有对即外会使忍受的程度，拢无共款。就亲像咱一开始讲到的。即个骑机车的阿新，伊因为无注意到对巷仔口行出来的阿华，就甲弄着。伊若是因为安尼，嘛会使来要求精神赔偿，因为伊讲哦，我嘛因为即个车祸惊甲毋敢阁骑机车，啊看到乌鸟乌狗，就紧张甲流凊汗，所以伊嘛要来要求精神赔偿。那安尼毋着亲像我拄则一开始讲到的，即个假大声的人就赢，会晓演的就真好康。所以法官就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，就是身躯受到的伤害会当观察到，也是讲会使检查出来。所以咱拄则讲到的，甲甲伊其实敢若甲会使来要求精神赔偿，因为甲的身躯的身体健康有受到伤害。刷落来咧，法官咧处理这精神赔偿的时阵呢，伊要安怎决定讲今仔日这个赔偿的金额是要赔偌济咧？伊爱参考顶悬这3种因素。头一个，受伤的程度也是死亡；第二个，生活受影响的程度，啊，阁有双方的身份、经济的地位、收入、工课，啊，阁有年岁。大家感觉倒一个条件上重要咧？感觉是头一个条件上重要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第2个条件上重要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感觉是第3个条件上重要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共款，这拢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吼。但是吼，其实是头一个条件上重要哦，因为就是咱拄则有讲到的这个受伤的代志，受伤的程度到底是有偌严重，甚至车祸是毋是有造成被害者死亡这件代志。根据咱法院过去的整理的这个分析的报告，因为车祸造成被害者过身来要求精神赔偿的案例，平均的赔偿金额是88万外。其实拄则吼，我咧问的时阵吼，大家吼，有人举手讲是第2个，有人举手讲是第3个。其实恁拢无毋对，因为这3个条件拢爱做伙来判断吼。也就是生活受影响的程度，因为受伤生活受影响的程度，啊，阁有第3个，即个双方的身份、经济的地位，啊，阁有即个趁钱的能力，
工课啊，阁有年会，安尼才会出现着同款是车祸，法官判的即个精神赔偿的赔偿金额会差遮尔济的状况发生。讲到这，可能有人会想到讲，那是因为车祸造成被害者死亡，那安尼被害者是要安怎来要求这个精神赔偿呢？这有3种方式，其实这3种方式都会使啦。头一种呢是死者会使要求阎罗王替伊做主；第二种是家属要求加害人逐工拢爱烧金纸，死者和死者伫天顶会使用；第三个家属嘛会使要求加害人精神赔偿。根据咱拄则讲的吼，大家感觉倒一个呢？其实是上咱会使直接去用到的办法咧。感觉是第头一个请举手，感觉是第二个请举手，还是讲大家拢感觉是第三个咧？好，无毋对，就是第三个。因为根据咱民法194条咧，因为车祸造成被害者死亡，因的阿爸、阿母、后生查某囝，啊，阁有牵手甲翁婿，遮个人拢会使来要求车祸的精神赔偿。以上就是我要甲大家介绍的车祸精神赔偿。即马咱阁来甲重点复习一遍。车祸要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是啥物呢？你感觉是啥物？人有受伤无毋对，啊，阁有即个受伤的程度，若是愈严重吼，伊赔偿的金额当然嘛会愈悬吼。啊，阁有车祸若是造成被害者死亡，因为啥物人会使来要求精神赔偿呢？你感觉是啥物人呢？家属无毋对，这特别提醒吼。干那我拄则讲到的迄个阿爸、阿母、后生查某囝，啊，阁有牵手甲翁婿会使来要求哦。你若是阿姑、阿叔，拢袂使来要求哦。好，讲到这，大家拢听甲真认真。但是我嘛希望讲，这条赔偿呢，大家即世人永远拢莫用到，因为你若是用到，就代表你的钱包爱落地啊。多谢大家，主持人。